本人願意提供與本人所報的價格相稱的優質服務。本人願意以誠信的態度對待會友及他們所引薦的人士。本人願意在會友及他們所引薦的人士之間建立信譽與信任。本人願意對本人所收到的業務引薦進行跟進。本人願意以積極和支持的態度對待 BNI 會員。本人願意遵守本人所屬行業之道德標準。大家仲記唔記得呢個承諾啊？每一個黎明我都喺度諗，今日又會有啲咩嘅挑戰？喺呢個城市，喺呢個市場，似乎都變得好陌生。但係我話俾你知，而家嘅我唔再係一個人，我會整頓好自己嘅業務，帶住呢100個人嘅業務，用100個人嘅力量，係時候重整旗鼓，一齊出發。信任係我哋嘅基石，我哋會用公平、公正嘅方式去守護每一位 Hero 嘅會員，聆聽各位嘅需求，共同跨過每一個難關。穩健係我哋嘅宗旨，我哋會用嚴謹、負責任嘅態度，確保會議流暢、財務健康。熱情係我哋嘅特質，我哋亦都係各位來賓舒適嘅空港。無論你係外向定係內斂，我哋都準備好為你帶嚟一次賓至如歸嘅體驗。提升生意機會係我哋嘅核心，透過推廣總會嘅培訓同埋策劃精彩嘅活動，幫助會友拓展人脈，共拓視野。內心細緻係我哋嘅信念，新會員係我哋嘅未來，引導佢哋成長，壯大 Hero 力量。學習是永不止步的旅程，係每位成員邁向成功嘅階梯。知識共享，讓團隊不斷進步。拓展係我哋嘅目標，用積極開放嘅態度去創新，唔單止為咗增長，亦都係為咗創造更多嘅機遇。無論幾咁艱難，我哋都喺彼此嘅身邊。專業、專注、同行、共贏，100個業務，100個人嘅力量，我哋係 BNI Hero。